近日，娛樂圈一則勁爆消息如驚雷般炸開，賴文慧終於不忍了。與劉德華同吃同住25年，深夜大鬧要名分，朱麗倩一句內幕之餘，氣得連夜回娘家。這背後究竟隱藏着怎樣不為人知的情感糾葛？華仔除了列婚證，似乎什麼都給了賴文慧。這段跨越1/4世紀的關係，究竟是純粹的友誼，還是另有隱情？今天就讓我們一同深入這場娛樂圈的情感風暴，探尋背後的真相。賴文慧，這個在娛樂圈有着傳奇色彩的女子，出生在一個普通家庭，從小她便對舞蹈展現出了濃厚的興趣和天賦，父母也全力支持她追求舞蹈夢想，送她進入專業舞蹈學校學習。在學校裡，賴文慧刻苦訓練，每一個動作都力求完美。她的努力和天賦讓她在同齡人中脫穎而出。而劉德華作為華語樂壇和影壇的巨星，早已是無數人心中的偶像。一次偶然的機會，賴文慧在電視上看到了劉德華的表演，那一刻，她被劉德華在舞台上的魅力深深吸引，心中種下了一顆夢想的種子。她要成為劉德華的專屬舞者。這個看似遙不可及的夢想，卻成為了他日後不斷努力的動力源泉。命運的齒輪在不經意間開始轉動。一次演唱會上，劉德華的原定舞伴因故無法出席，緊急之下，賴文慧意外獲得了替補的機會。面對偶像，年輕的賴文慧既緊張又興奮。然而，當音樂響起，他迅速調整狀態，憑借着紮實的舞蹈功底和出色的表現力，與劉德華完美配合。他的優雅流暢的舞姿與劉德華的歌聲相得益彰，贏得了現場觀眾的陣陣掌聲。這次精彩的合作，不僅讓現場氣氛達到了高潮，更給劉德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演出結束後，劉德華當場邀請賴文慧成為他的固定舞伴。這個邀請對於賴文慧來說，無疑是夢想成真的時刻。然而，出人意料的是，經過深思熟慮後，賴文慧婉拒了這個機會。她覺得自己當時的舞蹈技藝還不夠精湛，擔心會拖累劉德華的事業。這個決定讓所有人大吃一驚，但也展現了賴文慧對舞蹈的執着和對藝術的嚴格要求。拒絕了劉德華的邀請後，賴文慧並沒有放棄自己的夢想，相反，她更加堅定了要成為一名優秀舞者的決心。她投入到更加刻苦的訓練中，每天比其他人多練習幾個小時，不斷精進自己的舞蹈技巧。她深知要成為配得上天王的舞伴，每一個動作都必須完美無缺。帶着這份忐忑和期待，1年後，賴文慧決定以普通粉絲的身份參加劉德華的演唱會。在人山人海的觀眾中，她不敢奢望能被注意到。然而，命運再次眷顧了她。就在演唱會進行到高潮時，奇蹟發生了。劉德華的目光在茫茫人海中準確地鎖定了賴文慧，並向她點頭示意。那一刻，賴文慧懸着的心終於落地，喜悅和感動衝上心頭。原來劉德華並沒有忘記她。更讓賴文慧驚喜的是，劉德華在台上公開表達了對她的讚賞，稱讚她是他見過的最有天賦的年輕舞者之一。這番話無疑給了賴文慧極大的鼓舞和信心。在這次意外重逢之後，劉德華再次向賴文慧發出邀請，希望她能成為自己的固定舞伴。這一次，經過1年的刻苦訓練和自我提升，賴文慧感覺自己已經做好了充分的準備。她毫不猶豫地接受了邀請，正式成為了劉德華的御用舞伴。從此，只要劉德華在舞台上演出，人們就能看到賴文慧優雅的身影相伴左右。她用自己精湛的舞藝，為劉德華的歌聲增添了無限魅力。自成為劉德華的御用舞伴後，賴文慧與劉德華在舞台上的配合越發默契。他們的每一次表演，都仿佛是一場視覺如引角的盛宴。賴文慧跳舞時情緒飽滿，動作乾脆利落，與華仔配合得天衣無縫。無論是激情4日的勁歌熱舞，全是深情款款的抒情舞蹈，他們都能完美演繹，將歌曲的情感通過舞蹈展現得淋漓盡致。在2019年的一場演唱會上，當劉德華深情演唱時，
賴文蔚用他那優美的舞姿詮釋着歌曲中的情感，兩人之間的眼神交流和肢體互動，讓現場觀眾無不為之動容。而在舞蹈、木笛表演結束後，劉德華更是緊緊握住賴文蔚的手，向全場觀眾介紹這位與他並肩多年的舞伴。這一幕讓粉絲們親切地稱呼賴文蔚為華嫂，這個稱號既表達了對他的尊重，也暗示了他與劉德華之間獨特的關係。除了舞台上的默契合作，賴文蔚與劉德華在生活中也有着親密的陪伴。據知情人士透露，25年來，他們同吃同住，關係十分融洽。賴文蔚不僅在舞蹈上給予劉德華支持，在生活中也對他關懷備至。他會細心地照顧劉德華的飲食起居，在他疲憊時為他送上溫暖的關懷，在他遇到困難時給予他鼓勵和支持。這種親密的陪伴，讓外界對他們的關係產生了諸多猜測。有人認為，他們之間早已超越了普通的友誼，存在着特殊的情感。畢竟25年的朝夕相處，足以讓兩個人之間產生深厚的感情。而且賴文蔚為了劉德華，不惜與男友分手，至今未婚，這份執着和付出，讓人不禁懷疑他對劉德華的感情是否僅僅是友誼。然而，隨着時間的推移，賴文蔚似乎不再滿足於這種幕後的陪伴。近日有消息傳出，賴文蔚深夜大鬧，向劉德華要名分。這一消息瞬間引起了軒然大波，網友們紛紛猜測賴文蔚為何會突然有這樣的舉動，是他對劉德華的感情已經無法抑制，還是另有隱情？據了解，賴文蔚在與劉德華25年的相處中，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和感情。他看着劉德華從單身到結婚，心中或苦有着諸多不甘。他渴望能得到一個正式的名分，讓自己的付出得到認可。這種訴求雖然有些出人意料，但也在情理之中。畢竟25年的陪伴，不是一般人能夠做到的。面對賴文蔚的名分訴求，劉德華的妻子朱麗倩終於不再沉默。一直以來，朱麗倩在公眾面前都保持着低調和優雅的形象，她很少在媒體面前提及自己的家庭生活，也從不參與關於劉德華和賴文蔚的傳聞討論。然而，這次賴文蔚的舉動似乎觸碰到了她的底線。據知情人士透露，朱麗倩在得知賴文蔚深夜大鬧要名分的消息後，十分生氣。她認為賴文蔚的行為已經越界，破壞了他們家庭的和諧。於是，她忍不住說出了納心的想法：25年了，除了結婚證，他什麼都可以給你，你船想要什麼？這句話瞬間曝光了三人之間複雜的納幕。朱麗倩的這句話看似簡單，卻蘊含着諸多訊息。從這句話中，我們可以看出，劉德華在這25年嚟，確實對賴文蔚有着特殊的對待。他給了賴文蔚名利、地位和財富，讓他在娛樂圈中擁有了極高的知名度。劉德華給賴文蔚開出300萬的薪資，船有不少公司看中他的名氣和實力，表示願意出3000萬挖走他，但賴文蔚都拒絕了，他只願一輩子給劉德華當伴舞。然而，劉德華卻始終沒有給賴文蔚一個正式的名分，這或許是因為他對朱麗倩有着深厚的感情和責任，不想因為賴文蔚而破壞自己的家庭。而賴文蔚在這25年嚟，或許一直沉浸在對劉德華的感情中，無法自拔。他以為自己的付出能夠換嚟一個正式的名分，卻未想到最終只是一場空。賴文蔚對劉德華的感情，究竟是純粹的愛，還是一種執念？從他的種種行為來看，似乎兩者皆有。他為了劉德華，放棄了自己的愛情，拒絕了其他公司的高薪邀請，只為能一直陪伴在劉德華身邊。他的這種執着和付出，讓人不禁為之動容。然而，這種執着是否已經變成了一種執念？25年的時間，足以讓一個人從青春年少走到中年。賴文蔚在這25年嚟，將自己的青春和感情都奉獻給了劉德華，卻始終沒有得到自己想要的名分。他是否應該反思自己的這種付出是否值得？是否應該放下這份執念，
去尋找屬於自己的幸福。對於劉德華來說，他在這段情感糾葛中也有着無奈和責任。他對賴文蔚有着感激和欣賞之情，畢竟賴文蔚陪伴他走過了25年的演藝生涯，為他的演出增添了無數光彩。然而，他也有自己的家庭和責任。他與朱麗倩相識多年，感情深厚，他不想因為賴文蔚而破壞自己的家庭。在這種兩難的境地中，劉德華或苦只能選擇保持現狀，給賴文蔚物質上的滿足，卻無法給他一個正式的名分。這種做法雖然有些殘酷，但或苦也是他在權衡利弊之後做出的無奈選擇。朱麗倩在這段關係中一直扮演着包容的角色，她理解劉德華的工作需要，也尊重他與賴文蔚之間的合作關係。然而，他的包容也是有限度的。當賴文蔚的行為越界，威脅到他的家庭時，他終於爆發了。朱麗倩的回應不僅是對賴文蔚的警告，也是對自己家庭的保護。他用自己的方式捍衛了自己的婚姻和家庭的尊嚴。他的這種做法得到了很多人的理解和支持。這起事件在娛樂圈引起了軒然大波，讓人們對明星的私人生活和情感關係有了更深刻的思考。在娛樂圈這個名利場中，明星們的感情生活往往備受關注，他們的每一個舉動都可能成為媒體和公眾討論的焦點。這起事件也讓人們看到了娛樂圈背後的複雜和無奈。明星們在追求事業成功的同時，也要面對各種情感糾葛和壓力。他們的感情生活並不像表面上那樣光鮮亮麗，背後也有着許多不為人知的辛酸和痛苦。對於粉絲來說，這起事件也給他們帶來了很多啟示。追星是一種正常的文化現象，但我們要保持理性和清醒的頭腦。我們不能因為對偶像的喜愛而失去自我，更不能將自己的感情完全寄託在偶像身上。我們應該學習賴文蔚對夢想的執着和追求，但也要明白，夢想的實現需要靠自己的努力和奮鬥。我們不能像賴文蔚那樣，為了偶像而放棄自己的愛情和生活。我們要在追星的過程中不斷提升自己，讓自己變得更加優秀。這起事件也對社會有着一定的啟示。在當今社會，人們的感情觀念越來越開放，但也存在着一些問題。我們應該樹立正確的感情觀，尊重他人的感情和婚姻，不能因為自己的私欲而破壞他人的家庭。同時，我們也要學會珍惜身邊的人，不要等到失去了才懂得珍惜。在感情生活中，我們要相互理解，相互支持，共同經營好自己的家庭和感情。賴文蔚與劉德華25年的情感糾葛，就像一部精彩的電視劇，充滿了戲劇性和懸念。這起事件背後的真相，或許只有當事人自己最清楚。但無論如何，我們都應該從中吸取教訓，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和感情觀。對於賴文蔚來說，他或許應該放下這份執念，去尋找屬於自己的幸福。對於劉德華來說，他應該更加珍惜自己的家庭，處理好與賴文蔚之間的關係。而對於朱麗倩來說，他的包容和底線值得我們尊重。在這個充滿誘惑和變數的娛樂圈中，我們希望每個人都能堅守自己的初心，找到屬於自己的那份幸福。同時，我們也期待娛樂圈能夠更加健康、和諧地發展，為我們帶嚟更多優秀的作品和正能量。這場情感風暴雖然已經過去，但它留下的思考卻值得我們久久回味。